我来念歌咯。昔时贤文花女谆谆，故事拄啊讲到廖添丁红龟来到德山地。这个土地过去上侪人讲的话，你还会记得偌济？车行到伊就阿妹伊就丢，哎哟崩空啦！礼拜日，文昌你来去找我的过年啊？哪有？好有病，好有病，我不来接。麻花糖啊，米糕、凉面、臭豆腐、大肠面线、花包、素心汤、鸡肉饭、萝卜饭、面。泡一杯咖啡，兄一锅茶，医疗也来坐。讲戏出烧交陪，甲历史约会，找找故乡的爸母话。暖暖站门客，咱的故事探万地。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，站门客电台制作，公司主持。饭面烧鸡肚看连汤，牛肉面、肉粽、肉丸，真好食。我来念歌咯。予恁听你，无要扣钱啊，免伫药钱啊的，藏恁。人生亲像一个大戏台，戏出虽在戏文咧安排，有时欢喜，有时悲哀。不管扮什么角色，煞戏总是爱落台。阿华出世就无老爸，就细汉就对老母的歌戏班四界势。当伊4岁，老母阿菊啊心念重病，无法度上台演戏，嘛无法度趁钱来饲阿华。戏班的团主看阿菊啊因母仔囝可怜，讲：我来去挂一挂喙食面啊，互阿华点戏白卡摸袂看卖。起过进前15分，一个囡仔屁旁边客仔伫戏边骹咧画眉。刷掉，刷掉，有人要刷掉无？清明节的大日，看戏的观众，烧鸭烧客人足侪。新骑白马啊，走三关，解换所有，要回啊中原。有两啊，头家啊，来听堂嘞，听堂着阮这个囡仔是有够可怜啦，伊咧卖喙食面呢。可怜哦，遐细汉的囡仔就出来咧卖物件呢。好心呐，阿静呐，来买刷条，互阮请先生，救我阿母的命哦！恁看，伊的生理真佳要哦，咱今仔去甲买。无，来互我做养女啦。阿母，我无爱互人做养女。希望日子过甲真艰苦，毋过有老母伫身躯边，阿华就真欢喜。有人讲要收阿华做养女，阿菊啊死嘛毋肯。只要
我阁有一口气伫咧，啥人拢免孝顺，甲咱无仔囝拆分开。阿菊啊，愈来愈难心，定定咳咳嗽。天气较冷，就扫袂停；哭袂着，就扫到吐血。请先生来嘛医袂好。阿菊啊，先生讲你这是心病，心病就爱心药医，啊你家己就爱看较开的，身体较会紧好啦。戏班的团员阿芳甲阿霞，看阿菊啊病甲遮厉害，拢嘛替伊真毋甘。阿芳啊讲：唉，阿菊啊，即马是靠家己的意志咧经的，才会当活落来。唉，阿菊啊，哪会遮歹命？阿菊啊，自出世的人人，拢毋捌看见亲生爸母生做啥款，敢若知影伊3岁时阵，都互人绑伫关戏班20冬。养爸是关戏班的团主，希望有听伊，毋过惊某阁真无用。也若养某，迄就无共咯。头壳、眼骹、小大步、观音仔、练手花、人手巾仔、秀水秀啊！养某的教示真严格，伊甲阿菊啊各种的骹步、手势、身段、唱调，若是学无好，那学无好会安怎？养母就用3帮做的大板衫巾甲我顺，甲我讲，我若愈爱，养母就顺愈大个，讲甲衫巾长去，才肯停手。哪会遮残忍？迄时阵的我，规身躯痛痛，毋知要哭互啥人听。厝边青仔骹遐有一粒石头公，我看有人去遐拜拜。所以，我有时嘛会偷偷去甲石头公斗，口讲我是歹命囝，规气死死咧煞。歹命囡仔，无老母通斗，只好斗互石头公听。有一摆，敢若听到石头公甲我讲：“你爱勇敢，我会甲你斗保庇。”讲嘛奇怪。自迄摆了后，我就足坚强，足罕得哭，规身躯的伤痕嘛，较袂遐尼疼，变甲淡薄仔麻麻尔。可怜哦！我逐工透早就爱起来练功夫，有时阵阁会伫半空中飞。阿菊啊，这个绳仔条，你若飞起来，就食会着。养母知影我爱食绳仔条，会甲绳仔条绑伫塑胶绳啊，才搁伫2支条仔中吊悬悬甲我写，爱我吊钢绳飞起你食绳仔条，食无着袂使休困。阿菊啊，你搁互恁阿母绑伫车仔晓？阿爸，来，阿爸甲你绑落来。养爸若看到，会偷偷放我落来，上煞摕绳仔条互我食，佮交代我。绳仔条摕去食，毋通互恁老母知影，知无？我知。迄阵戏班当咧欠人，啊无阿菊啊，你来去读，来去网学，好无？我足兴趣戏班，嘛学甲真认真。
啊，若伫厝里，刘母毋是甲我拍，就是甲我勒甲无一块仔好。阿菊啊，第一摆正式演的戏出是《单山五娘》的叶春老线。演叶春的阿菊啊，一上台，眼神活灵灵，面毛啊水当当，大家随一直甲拍扑啊。叶春啊，表面上是为着要替小姐留单衫，其实心内嘛真介意三哥。阿菊啊，对避暑的叶春，应该甲三哥表明爱意的耐开，到洗目镜，最后单衫答应讲：既然你对我真正有意爱，娘干都爱顺时排。永伯甲阿菊啊，两人演煞落台，破声拍甲停袂落来。大家搁直直学咯演叶春啊，这个姑娘足水足熬演。迄阵我才12岁，规戏班甲庄仔头随风动起来，搁有人风声蹦野讲，演叶春的迄个是仙女变的哦。阿菊啊，实在真乖，真得人疼。只要有演出的机会，就那捡到宝，一直练，愈演愈认真。若毋是我，甲阿菊啊照三顿拍，搁严格训练，哪有今仔日熬演搁美丽的叶春？阿菊啊，拍拼学，搁目色巧。足侪角色拢演甲真活，所以无几冬就升起来做小段咯。这出《单衫五娘》。拄好团主甲阿菊啊，演一对小生小段。无啊，恁一个演小生，一个演小段，两个伫遐目睭看电线。其实我是插头是无？养母演到错桶，回去到厝，起毛摆，就吹空吹芳拍阿菊啊。你真熬，你会演，你毋过演一摆，互我看卖咧。阿母，我唔敢啦，我后摆唔敢搁甲阿爸演这对啊啦。养母搁用话甲伊口洗，其实阿菊啊，伫台顶是一个真巧神、真活泼的演员，伫台骹线。阿母，你莫搁生气啊，我唔敢啦。阿菊啊，17岁迄当，团主故乡的庄脚陈明生，苗林请骨乐团歌戏甲布袋戏来写神兼拼场1个月，大家拢功夫尽展。现日观众上多，呼声上大声的，庙的主委就会来打红纸，搁加发1包红包。阿菊啊，你应该真活脚。替团里赚几啊包红包哦！无啦，迄是大家功劳啦。一个清茶真拍的少年家，逐工拢徛伫戏边骹上头前的正中央，一直看阿菊啊，一直拍扑啊。有一天，这个少年家直直要送红包给阿菊啊。袂使啦，男女授受不亲，我袂使黑白客人的红包啦。
不要紧啦，人家真好哦。好啦好啦，收落来啦。阿菊啊，歹势收落来。原来这个少年家是庄买一个地主的后生，叫阿英啊。当咧读大学，当来休乱，顺便来看歌戏。阿菊啊，这束花送你，莫惊人看啦，紧收起来。人就歹势呢。好啦，我摕，你后摆莫去送啊哦。阿菊啊，咱来去海边啊散步，遐海风足凉哦。安尼敢好？无要紧啦，散步尔啦，免歹势，行，随我来呀。阿菊啊，这一条破链甲手指送你，代表我的心，约定咱今生今世，来生来世，三生三世。两人拢要做伙唔分开，好无？够呀，敢是真的？你无甲我骗吼？我对天就抓。阿英，我相信你。三生三世，咱两人拢要做伙唔分开。阿菊啊，满面春风，亲像马爷伫遐飞来飞去。伊想讲，人生亲像一场梦。以前阮敢若孤单一个人，以后望阿英啊甲阮疼痛，互阮人生有愿望。阿英啊，缘投好脾气，阿菊啊，生水熬搬戏，敢若天生的一对。真紧，两个人都亲像水人咧游的鱼仔，遐尼啊快乐。只可惜，这种快乐的日子过无偌久。就随着阿菊啊，腹肚内怀了阿英的骨肉，真紧就结束啊。人讲爸母无写事，送囝去做，这种门不当、户不对的婚姻，希望迄个做戏的阿菊啊有心啊，我嘛唔稳准啊。阿英啊，我才阁替你找一个对象，唔通安尼面忧面结啦。有钱哪会惊娶无某咧？炮啊声乒乒叫，乌头啊车甲大红彩。阿英啊，结婚迄日，痴情的阿菊啊，抱着骂好的月丽囡仔，约新郎车，靠家伫土家白，嘛无人发。阿英啊，阿英啊，你袂使放下我无囝啦，阿英。阿菊啊，莫阁哭啊，咱来认命，下仔抱转来去啦。可怜哦，阿菊安尼有体无魂，连家己都袂晓照顾。佮开免讲要照顾红鞋啊！哦，这鞋啊有够古锥的啦！来，阿姨抱。有影古锥甲大家相争要抱，那公猪啊咧！来，互阿姨嘛抱一个。阿菊啊，你别互歌戏班的20档嘛已经到期啊，无得安尼继续大落来啦。阿菊啊，我甲你讲哦，你若继续大落来。以后的生活，拢爱家己安排哦，知影无？我知影。阿菊啊，身体若好，伊会上台搬戏趁寡钱。毋过，伊的身体要是真虚懒，希望进前欠长内度，加减啊有剩淡薄啊。毋过，久无戏出通搬，缺仔水豆豆啊养嘛养会大，定定腰脊失长。连听米都无钱，有时3顿食无1顿饱，阁无爱接受人的帮衬。阿菊啊，因两个母仔囝拢3比8。阿菊啊，这是我买予阿华的喙食面啊。阿爸，莫啦，这我袂使收啦。囡仔不比咱大啦，袂堪这腰，摕去啦。阿爸，多谢啦。300啦，家己人说啥物食？是讲阿华乐啊4岁啊，
咱来互阿华踮戏棚骹卖喙食物仔，看是要卖李仔签，也是卖锁仔条，加减趁一寡斗小天，你看安怎？好哦，会使互阿华试看卖哦。人讲戏馆边的猪母，袂晓唱曲，嘛会晓拍劈。戏棚骹大汉的阿华，目色巧，毋但会唱，阁会演。5岁就上台演囡仔，过来对人举旗棍仔，正式咧搬戏啊！大家看伊遮细汉，阁演甲有班有势，拢真喜意。若有伊演出，人客阁会斗相报。毋但送好食物，阁送红包。阿华就甲红包摕去先生因兜，请进前老母看病欠销的医药费。阿华愈来愈受欢迎，就一直搬戏，对囡仔演到小段。阿华，阿母身体有较快活，我来甲甜粿煎好赤赤，中阁搞酸仔白通互你食。这味是咱母仔囝上爱食的哦。但是阿母甲我听。自从有电视甲电影的歌戏了后，庙口的歌戏就较少人看咯。有时面顶做甲流汗，煞互杯骹咸甲流烂，所以大家拢足拼细搬。有一回团主上台，伊演杨宗保当咧甲穆桂英相战。团主一个无细哩，煞跋一倒。真正是老戏做甲交落病，家己拍歹团人的名声。团主阿公，你莫烦恼啦，我嘛有出差的时阵啊。戏班的生理真歹，有时几个月才出去公演一摆，用马白记将军跳，目睭嘛会变做软骹虾。情人的生活拢出问题，食糜都无够，大家想要去做工，要去做牛，嘛无得到有犁通拖。唉，苦过沉莲鱼，可怜哦。团主着无病，毋过有主家直直散落去。有一摆，一个气喘无过，送到病院进前，着过气咯。剩半条命的阿菊啊，毋甘上听伊的永辈过往，哭甲要死要活。阿华，你爱去庄仔尾找地主王阿社，王阿社的后生阿英啊，伊就是你亲生老爸。阿母，阿母，你目睭白紧啦！阿母，你袂使帮我做你去啦！阿母，你帮我家己一个要安怎？阿华，你是我甲你当在，搁看你大汉的，嘛看你阿母白十几冬啊，实在真拖我，真受苦。你莫搁哭啊，你阿母才行会开骹啦。有一天，台顶阿华当咧搬戏的时，紧来走啊有人要对我高高甜。台骹雄雄有人大声喊：阿华，你若讲你要死啊，你紧对我来去见伊最后一面啦！阮阿公就是团主啊。伊早就死啊呢！啊，敢会是？阿华，你爱去庄仔尾找地主王阿社，王阿社的后生阿英啊，伊就是你亲生老爸。
阿母有交代过，讲你要死啊，我爱紧落台对迄个人来去看卖。到位看到面床顶倒一个真虚弱的老人，原来就是这个歹阿公，唔肯互阮老爸甲老母结婚哦。毋过看伊规身躯瘦甲剩一个骨，两蕊目睭无法度剔开，要讲话阁讲袂出嘴，嘛有淡薄仔可怜。我无应该看见做戏的，这害恁。阿公，你莫讲啊，迄拢过去啊啦。阿公听了目屎流落来，两蕊目睭才宽宽开开，甲阿华看一个，阁微微啊笑一个，都断开啊。阿公，哪会安尼？阿华，我是恁阿爸啦。迄个人生做歹狗、歹狗，搁歹脚，哪会甲阿母讲的拢无相共？阿华心中当咧遐疑的时阵，迄个人讲话咯。我结婚了发生车祸，阮某就随甲我离言，这拢是我反背恁老母的报应啦。哪会安尼？受到老母的折磨，我本来是做怨恨阿公甲阿爸恁的，毋过哪会变成安尼咧？丧事办了，阿华要走咯。阿华，你留落来甲我做伙食一顿饭，好无？阿华想袂到老爸骹摆咧摆咧，竟然家己煎一盘甲老母同款赤的甜粿捧出来，甜粿中央阁到酸阿伯。这是我家己甲阮老母上爱食的这味呢。阿母啊，你敢有看到？少年的时，我捌做互恁老母食，这是我体贴恁老母上好的记忆。阿公对老母的轻视，对做戏仔的侮辱，随着阿公的反省甲过往，豆豆啊消失去。老爸对老母的晓心无情，嘛随着老爸不幸的遭遇甲忏悔，阿华慢慢啊放下。希望伊要是四界去搬戏，毋过嘛会找时间转来看老爸。见摆转来，老爸拢真欢喜。想到老母，也会毋甘流目屎。唉，过去若像做风台，若像西湖旁，就要沉落大海。毋过，我嘛爱坚强爬起来。即马我见若有闲，我做爱去一个所在。阿爸，我转来啊！你身体好无？我要搁食煎的甜粿哦。好，阿爸来煎，哈哈哈哈。今仔日的台语文学广播剧《戏出人生》是由韩文老师原作编剧，剧中的人物团主永爸王团结演出，阿华的囡仔时代李东文演出，阿华的少女时代彭玉顺演出，阿菊陈丽华演出，观众陈美云、王志玲演出，团员阿峰、詹益尧演出。
团员阿霞、黄志强演出，勇母郑静茹演出，阿英啊、王元培、吴鸿生演出，阿英的老爸黄新地演出，口爸罗家书演出。